紅色包頭香外觀冇任何問題。接下來展示一下佢嘅強大，牌徹底打散洗亂。先講結果後發牌，第一局開閒，莊寶牌行6點係閒贏，係開閒定係和局都唔啱，我感應到係莊贏先啱，緊張嘅時刻嚟咗，8點莊贏中咗，下局開閒。冇錯，8點閒贏。